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喺上一集嘅玄學隨想呢，同大家分享咗潘生同潘小姐兩位主角嘅面相同埋性格特點，觀眾嘅反應呢係相當熱烈嘅。嗱，大家已經知道咗喺兒女教育方面超前部署嘅重要性，但係同時唔少人問關於潘太面相嘅睇法。咁今集同大家講下，唔少人認為潘太喺呢件事件中最重要嗰個，其實西宮娘娘最多都係吹下枕頭風，話事嘅咧始終係大老爺。上集咧已經講咗潘生嘅面相特點，就唔喺呢度再重複啦。簡單講，潘生心正不歪，做啱決定，又點會有咁多事呢？有人話潘太做學生嘅時候已經發力屈居小三，直至正宮敗走。咁問有冇養睇㗎？咁當然有啦。古時候妻妾成群，妻有妻養，妾有妾養嘅。咁而比較明顯易睇嘅呢，分別係桃花眼同埋小三嘴。古語有云：秋水為神，玉為骨，就係用嚟形容桃花眼嘅。眼水汪汪，引人憐愛探索，加埋眼型笑起上嚟咧，眼尾係少少下垂，咁就更加吸引人。大部分男性咧都愛慕嘅，就算係高官富豪一樣抵擋唔到。就咁講咧，就係比較難想像。舉幾個明星例子關之琳邱淑貞張柏芝佢哋都有即係唔同程度嘅桃花眼。桃花眼咧有分級數嘅，眼神越強級數越高。招引嘅人級數就越高啦。所謂級數咧係指權貴、錢財、社會地位。除咗級數，仲有正邪之分嘅。簡單講，眼神越正就越守規矩，越唔正啦就越中意走捷徑。話知你正妻賢淑，子女英才，家庭和睦。總之咧就近水樓台先得月，小三都做住先。咁如果佢行運橫衝直撞，都會成功。可以升級搶到有錢分嘅位置。本來而家呢一個亂世，現代人嘅想法咧唔再傳統啦。所謂三綱五常咧少人理。爭取自己中意嘅人已經唔係咩死罪只係配翻揚名立爆嘅運呢，先叫做多咗個小污點。講翻潘太。佢嘅桃花眼嘅眼神咧係算強而且咧比較另類。除咗吸引人呢，仲有一種同天鬥、同地鬥、同人鬥、同自己鬥嘅執着。呢個勇於鬥爭嘅眼神咧，望住目標就一往無前噶啦。所謂神擋殺神，佛擋咧就殺佛。先唔論對錯。咁成功率咧確實係唔低嘅。如果細個嗰陣時知道呢種特點，避重就輕咁培養，潛移默化咁修正，咁可以成為一個相當唔錯嘅優點。要做一個成功嘅小三，除咗一對眼最少仲要配埋個嘴。以前嘅標準咧就係櫻桃小嘴配上厚嘴型但時移世易啦。現代嘅女性咧，面向社會嘅女人口大食窮郎咧已經過時㗎啦。咁嘴大順口聲甜，就算個樣唔夠靚一樣可以爭上位傍大款嘅。試想下清脆或者磁性嘅聲音從性感嘅厚嘴發出。加埋秋波蕩漾一樣咧係迷倒唔少男人嘅。講翻潘太，佢嘅個嘴咧好似菱角中間咧豐滿兩頭咧就突尖
其中一個性格嘅特點咧，就係得理不饒人。嗱，要留意呢個理，係自以為是嘅理，但凡事咧一體兩面，佢要懷柔要氹人嗰陣時咧，口甜舌滑，假亂真，枕邊吹風咧就勾人心，相當厲害嘅。不過呢個係唔完全嘅小三嘴配合翻佢整體嘅面相咧，小三咧只係過渡期，小三運過咗咧就坐正，不過眼神始終如一，坐正咗之後咧繼續鬥爭，要樣樣咧都比人好，自己嘅仔女咧唔係長子的孫，都想方設法咧要突破，由細個咧就打造天才形象，咁其實佢已經成功咗嘅。即只係今次出晒界，請洋槍搞到咁大鑊，先至終於咧就係揚名立爆嘅啫。不過潘太嘅三庭咧係尚算勻稱，試過咧總會境遷嘅。整體上運勢嘅趨向咧，會比晚運問題突出嘅潘生咧，明顯咧就係要好。咁發展落去咧，會慢慢咧，難以同步。咁古時候咧就會咁講嘅，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喺八字方面咧，一般呢種小三星正嘅格局咧，或多或少咧係會有克夫之象。行運嘅時候咧，身家厚厚㗎，仲可以坐正。但係運過即止喎，然後咧就會變化，整體上同佢嘅面相咧算係配合嘅。不過始終咧就冇潘太嘅八字啦，同埋佢嘅長相，咁分析咧都係唔夠全面嘅。提多次大家，其實不論八字同長面相都好咧，都一定要綜觀全局嘅，咁先至可以咧提高個準確性。咁好似上面提到個厚嘴型咁如果眼神權臂唔配咧，咁就不單止做唔成小三噶喎，仲可能咧自低肉重。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啊！如果有相關嘅問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多謝大家。